今仔继续来看云林古坑大埔社区研发到竹笋的料理，除了有笋仔烟肠、笋仔卵等等，都参这个餐具拢是用竹仔来做的，互人会当食到香杠杠的竹笋的气味。古坑大埔社区为了将在地笋仔推销出去，来做笋仔料理。菜市内底有真侪老口买无的，亲像笋仔、烟肠、各咸卵。零接二计划是农委会主办的计划，我们依农委会的申请来，每个礼拜3都有准备爱心餐。不过因为这个笋仔料理做起来较搞工，所以今麦刚开放10位人以上的团体注文。其实菜色大部分我们用的菜色也是要用我们吃当季的啦哈，用当地的。另外，除了餐点有真侪笋仔，对含餐具拢是用装来老竹仔落去做的，互便当看起来更加好食款。欢迎爱食笋仔乡亲，若是有我来到云林，就一定要来到古坑大埔食在地笋仔料理。观众朋友，有一件事情不知道你们做了吗？那就是赶快来订阅我们的 CH52华视的频道，而且记得哦，一定要帮我们分享、按赞，还要开启小铃铛。